街坊們，周二現貨黃金小幅上升，盤中震到心驚驚，探底之後慢慢上升，全日波幅介乎4305.72至4484美元，最終收報4474.31美元，單日升1.15%，可惜冇辦法延續前日嘅強反彈勢頭，價位震盪攀升之餘，市場情緒依然好謹慎。講新聞面，周一美國暫緩打伊朗能源設施，短線令大家期待外交解決，但伊朗官員即刻否認傾偈，反彈買盤跟唔上，再加上海灣國家有可能加入衝突，戰爭風險未完全散去，市場仲要消化美國3月 PMI 數據，商業活動創11個月低位，擾亂金價走勢。而家金價自歷史高位已經跌咗21%，上周單周大跌近10%，美債收益率同美元強勢壓住金價，短線氣氛偏淡，但地緣風險同央行購金始終有長期支撐，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，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街坊收看。